主后2022年10月30日，每日圣安宫读经，甲上帝话写落。圣经启示录第10章第1节到11节，咱做伙来听读。我看见另外一个大气力的天使对天落来，伊用云做衫穿，头壳顶有镜，伊面亲像日头，脚亲像火条。伊的手有摕一卷已经铁开的细卷册，伊正骹踏海，倒骹踏地。伊大声喊，亲像狮在吼，迄7个雷就出声应。7个雷出声了后，我拄要写，听见对天有声讲：7个雷所讲的，你着封起来，毋通记录。后来，我所看见脚踏海甲地迄个天使举正手举天，举迄位活到永永远远活地的上帝，就是创造天甲天顶的物，地甲地上的物，海甲海里的物的。照纸讲，袂阁延迟啦。不过第7个天使得要分伊的喇叭的声弹会入上帝对伊的奴仆先知所宣告的奥妙会实现。后来，我前所听见对天来迄个声，搁一遍对我讲：你去摕脚踏海甲地迄个天使手中迄卷铁开的册。我就去天使遐，叫伊将迄卷细卷册互我。伊甲我讲：你摕去，食落去，伫腹肚内会苦，毋过伫喙内会亲像蜜遐尼甜。我就对天使的手摕迄卷细卷的册来食，喙内果然亲像蜜遐尼甜，毋过吞落去腹肚内就变做苦。天使阁甲我讲：你着搁宣布上帝关系真侪民族、邦国、语言甲君王的预言。以上，甲上帝话写落。使徒约翰看见一位大气力的天使对天降临，手呢摕着细本的册卷，伊食落去。约翰甲册接来食落，果然亲像天使所讲的，喙甜亲像蜜，腹肚底煞感觉苦。歌中也捌讲到2位先知甲册卷有关，一位是耶利米，上主爱伊甲以色列、犹大和列国的每一件代志，拢记录伫册卷。另外一位是以西结，上主吩咐伊甲写满哀悼、叹息和悲痛的册卷写落。伊食册了后，感觉亲像蜜遐尼甜。要安怎形容这册卷上帝的话语？搁甜搁苦呢？爱啉咖啡的人拢知影，咖啡加糖会甜的滋味，以及乌咖啡的甘苦。册卷的内容真像乌咖啡的苦加上糖的甜。食册卷了后，喙内虽然是甜的，腹肚底却是苦的，搁亲像恋爱的滋味，有时甜若蜜，有时苦若药。读册卷也是安尼，当人对上帝有疼，就会有即种也苦也甜的感受。对愿意悔改的人，上帝话就是赏赐赦免恩典的甜；对毋愿意悔改的人，上帝话却是施行公义审判的苦。遐会听到上帝话就悔改的人，会感觉到伊的话真甜，
因为因会得到上帝赦免。遐个听到福音却毋愿意悔改的人，将来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就会感觉伊的话真苦。约翰食册卷了后，天使对伊讲：爱向逐个民族、逐个国家，讲逐种语言的人，和众君王宣布上帝话，因为时间紧迫，袂搁再延前咯。这也是所有跟对耶稣基督人的使命，爱去传福音互人，互遐个还未听到福音的人，也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恩典，就免面对上帝审判后的惩罚咯。你有感受到时间的迫切性无？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福音要安怎传呢？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通看到有三个行动：听、食、讲。对上帝领受伊的话语，圣经将福音吸收、内化，成做生活的一部分。开喙向人讲述、传扬福音，互人通看到咱因为福音恩典带来生命的转化。请问，福音对你来讲是甚物？你有听无？有食无？有传讲无？无论上帝的话是苦是甜，咱拢爱听、爱食、爱讲，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上帝要保护咱，也爱咱把握时机，将福音传互人。当世界面临末日的时，上帝原本通差遣7个天使，分7个号角，以后就结束这个世界。伊却为着咱准备一个中场休困。上帝无爱也有人无听到福音，就着接受公义的审判。上帝也甲安尼的使命托付互咱。默想新冠肺炎 COVID-19 蔓延下面，咱竟然还通存活。对上帝话来看，这是中场暂停的恩赐。我安怎回应上帝恩典呢？新冠肺炎 COVID-19 蔓延下面，咱既然还通存活，对上帝话来看，这是中场暂停的恩典。我安怎回应上帝恩典？咱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了话语，成做生命的灵粮。求你互我明白你的道，搁把握机会去传福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